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在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请咱三角来念圣诗184首，上帝听但咱的答话，咱来念全首。请坐。
就说咱三角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59篇，是圣诗后面启用文59篇。启用文59篇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就咱三角来启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信上帝互伊立正叫做啊，就会得到救恩。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所以宣认就得到救恩。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去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信上帝，是耶稣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着，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都无体传，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下骹只热尔水。毋过是所有的人拢顺按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着。都明白。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伊会传到伊的海角。叫咱三个压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敬拜，我要感谢父老，你过去一礼拜的照顾、保守甲带领，佮将各项福气赏赐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组织来到你的圣殿。而且是伫逐角落透过网络做伙来敬拜我你。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你有差遣新学院带院长朱伦来到阮中间，伊要代表新学院来甲阮正道宣扬你的信息甲救恩。求主你继续祝福保守即间由马介博士伫1872年所设立，过去150年来。你栽培尽忠的上帝国的工人，引带一人认捌你，信靠你，将来也要成做教会领导者的学校，互台湾新学院会当继续造就信徒的灵命更新、坚固信仰，用耀神利益人，解决克服21世纪宣教的新挑战。阮也要恳求主祝福伫创院长的身上，透过院长今早起的讲道，传扬对你来听甲永远活的信息，互阮学习挖靠全能上帝，好达真情。求主你即时踮伫阮中间，甲阮同在，互阮学会晓听主你，听主边亲像家己，奉献阮家己一世人做你的路用，伫主你的圣国荣光你的圣名。大师阮的主，即时阮也要特别感谢你，赏赐阮，互中央长老、甲何淑元老师的查某囝，匡正大师娘，安善得着一个男婴，求主你赐因母囝平安、健康甲喜乐，将来会当将做你信仰的精兵。全能永远的爸，阮也要恳求你怜悯，看无有能，行动不便，甲身体欠安阮的兄弟姊妹。求主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用你圣神的规律安慰因，减轻因肉体的疼痛，甲心灵上的失落，早日恢复健康，互因会当得到平安喜乐，通用因的身体来感谢体会主你的救赎和大恩，通做主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人民人的主，你知，阮台湾长期遭受到中国的军事压力，甲侪外交的阻挡、迫害，各方威胁。求主你保守阮，诚侪阮的瓦靠，互阮勇敢同齐脚步，同心团结，保护你
收束互阮的即个台湾的家园。自比疼痛的爸，阮也要恳求你，祝福伫阮南门的即个大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出国留学，或者是出外求学，就一个求主你平平看顾、保守、祝福因，互因逐人会若轻调伫你，享受对主以来所享受的福分。阮也要恳求你，敬信阮众兄弟姊妹，拢会晓尊主最大，敬畏主你，遵趁你的道路来行。伫工作、生活、信仰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甲带领。阮今仔日下礼拜，甲所有的圣工、团契的聚会，求主你带领，互阮逐人的信仰会通哪加甜、哪坚固，通行做你尽忠的路谱，做你的器具甲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因早起所要唱的诗是一步一步。
感谢今早起咱本堂圣歌队带领咱赞美一步一步来跟随咱的主。接续咱三甲来看今早起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第10章32节到34节。马可第10章32节，咱要三甲来看到第34节。台语汉字本52面，台语汉字本52面，咱三甲来看。因上耶路撒冷，伫路里耶稣行伫头前，学生戆领，地人行行。耶稣搁带12个学生，将伊所要拄着的事甲因讲。当咱上耶路撒冷，人子要受加送互遮个祭司头甲经学士，因要以伊死罪，也要加送伊互外邦人。因要欺人伊、骗烂伊、鞭拍伊、害死伊，过3日伊要搁活以上。接续咱请今仔日台湾新人院院长、蔡院长来甲咱讲道。蔡院长，咱大家所捌就是伫马偕博士1872年设立台湾新人院以来150年当中第1位的即个女性的院长，所以非常优秀。咱今仔真欢喜，上帝引带伊来甲咱中间，要甲咱讲道勇敢直行的即个主题，咱请蔡院长。主来去听的基督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会当来到南门教会，实在是真欢喜。想想看卖，其实甲南门教会无真深的关系。吴牧新牧师是我伫神学院的老师，教我礼拜学。迄阵已经退休，总是为着神学教育。拄仔才听吴长老讲，老70几岁有缘开车来到神学院，就是为着要栽培未来的一代。在座嘛，我敬听四牧师，嘛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所以今日徛伫遮讲道，实在是真紧张吼。总是上帝恩典真正大，无亲像拄仔吴长老讲的，毋是我，是上帝，互我有即个机会甲恩典。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来敬拜上帝，我意爱用上帝话带咱三甲来分享。伫会开始进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实在是伫今仔日即个奉献主日，搁一摆来回想福音是怎样来到台湾。阮即群受恩的囝儿，实在是袂堪得，竟然有遮尔大的恩典临到阮，互阮无搁活伫黑暗的中间，脱离罪的捆绑，成做耶稣基督的儿女。主，阮今日奉你的名处即伫面前。因为主，阮知你是我的救主，除你以外，阮无我靠；除你以外，阮无拯救。主，阮即时真真坐伫你的脚前，恳求圣神临到阮的中间，开阮每一个人的心目，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因为主，阮知，伫即个苦难黑暗的时代，独独你的话是真光。互阮伫黑暗的中间，会当看起光，缀光来行。主要确实，伫即个苦难的时代，独独你的话是天顶的命令。阮真要无，阮需要你来邀请阮，互阮有受教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前，也互阮有气力来回应上帝的话，将讲的甲听的人平平交伫主你恩典的手，信心扶持帮衬。互阮讲甲听的人，搁一摆伫你的话语的中间，甲你相遇。安尼祈祷袂堪得，伫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若真正来读福音书有4本册，我想你会真紧就发现，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伫记载故事耶稣的故事拢无共。好比讲，你若读马可福音。福音书马可福音的中间，无耶稣出世的故事，无马槽，无天使，也无各样的，嘛无东方来的朴事。所以来用马可福音要来过圣诞节，你会感觉这个圣诞节咸菜真无趣味。
马可福音的作者将伊的重点放伫倒？伊开始早又讲耶稣的故事，伊是对耶稣受洗礼的故事来开始。圣经安尼讲，有一天，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约旦河边，伫遐接受洗礼约翰的洗礼。当主耶稣对水里起来时，就看见天开，圣神亲像箭啊降落伫伊的顶面。有听起天顶有一个声对讲：“你是我所听见，我欢喜你。”这个声无人听见，只有耶稣听见。这个声嘛，诚做伊开始要来传福音宣教的生涯中间，不断地引带伊勇敢向前的一个气力。你若看马可福音的时，你会发现耶稣的传道事工也再再证明了讲，上帝信心确实介同在。因为你若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耶稣伫加利利的宣教是足成功的，总是有一群人足爱来找伊，足爱要听耶稣讲道。有一群人带了因各种的逼迫甲问题，要来求耶稣医治。嘛有一群人足爱跟缀耶稣。好比讲有一届，伫加利利一个叫做加比伦的所在，耶稣受邀请真侪人客。群众知影讲耶稣即时伫即个厝内，就组织要来听伊讲道。圣经讲，人是遮尔多，直到后来整个的门口拢互拆掉的，直到后来有一个变衰的，伊的朋友牵伊来要来见耶稣，求耶稣甲伊医治的时，因为人实在有够侪，无法度会当进到厝内。因只好爬到厝顶，拆天花板，然后将即个变衰的用扫啊慢慢降落到厝内，才会当得到耶稣的医。主耶稣伫加利利受欢迎的程度，特别会当对一项事咱来看出，就是圣经讲有一摆，有4000人来听耶稣讲道，听耶稣讲道甲人口枵餓。3天无食饭，嘛感觉袂要紧。各位，这些是互咱足恶想想啊！啥物款的讲道啊？互你坐伫遮听讲道3天无食饭也袂要紧。会当讲，耶稣所行骹到的所在，竟然对耶稣所传的福音伊的宣教，拢带来真大的影响力。不过，咱来看去。主耶稣伫加利利的宣教，得到群众欢喜这项事，也引起高宗教的领袖伫耶路撒冷，因就无欢喜啊。怨妒有可能，感觉无受尊重嘛有可能。圣经怎样写？有几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特别伫耶路撒冷要来看，讲这个人到底是真水啊？太多遮尔侪人要听伊讲道，听伊宣教的福音。因伫即款真侪的场所的中间，遮个宗教领袖会因真困难的问题，挑故意要来试探耶稣，要来找耶稣的麻烦来为难伊啊！总是咱看去，主耶稣的宣教，伊的心拢无受到遮个事杀害，一心就是要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事实上，主耶稣的宣教事工并无停留伫加利利尔。圣经继续讲，耶稣看到侪人的需要，伊要开拓伊的传福音的范围。伫马可福音第10章第22节伊讲，耶稣甲伊的门徒已经行到倒位？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已经行到犹太的地界，到约旦河边啊。换句话讲，耶稣已经行到一个边界线地界，
搁向前过去，就是犹太省，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因为耶稣的目标是啥物？伊要往耶路撒冷去。那就地理位置来讲，耶稣甲门徒已经来到一个边界线，搁过去就是耶路撒冷。圣经讲，就伫即个时阵，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短短30个中间，耶稣就将伊的门徒搁一摆叫到身边。耶稣怎伊甲伊讲？伊讲，因要就耶路撒冷去，看，咱要就耶路撒冷去，人子要交伫这石头甲金学士的手中，因要定伊的罪，因要将伊交互外邦人，因要欺人伊、毁骂伊、逼迫伊、害死伊，过3日，因要搁活。圣经怎样描写？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圣经讲，耶稣行伫头前，门徒误领，对的人也惊吓。事实上，这已经是耶稣第3摆向学生讲起头前伊要面对的是一个苦难。圣经讲门徒感觉误领，事实上，英文圣经有一个版本，伊的翻译是 The disciples were confused， 意思是门徒感觉真困扰，无办法理解。confused， 门徒为什么这么感觉这么困扰呢？因为对因来讲，留伫家里哩毋是真好嘛，宣教事工毋是真顺利嘛，群众这么欢喜耶稣、爱耶稣，为什么耶稣偏偏要伫即个时阵离开家里哩呢？不但安尼，明知影遐个宗教领袖伫耶路撒冷已经对耶稣真不满，为什么耶稣偏偏伫即个时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吼？偏偏要将家己送对迄个真危险的所在。门徒也会想，如果这一切真正照耶稣伊的老师所讲的来发生，安尼即抓就耶路撒冷去，有可能因会失去因所敬虔的老师，甚至学生连家己的性命拢有危险嘛。所以对因来讲，因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因认为就耶路撒冷风险实在是伤大啦。这是一件只有亏损、没有利益可言的赔本生意啊！也因为安尼，门徒对着耶稣决意要上耶路撒冷这项事，因感觉非常袂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当主耶稣第一摆向门徒讲起家己要受难、受苦、背十字架的代志的时，门徒中间的领袖彼得，就将耶稣扭去一边啊。和合本的圣经是怎样写？讲彼得坑耶稣，苦坑其实毋是苦坑，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彼得责备耶稣。这个耶稣后来责备彼得所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哦。换做话讲，彼得对主耶稣讲的话，感觉真生气。伊认为耶稣你不应该有这款的想法，伊就责备耶稣。总是耶稣听完彼得的责备了后，耶稣用真严格的口气对彼得怎样讲？就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耶稣你提醒彼得啥物？耶稣你提醒彼得，你是徛伫人的观点来看代志，毋是对上帝的观点来看代志。也因为安尼，
比的所讲所做，表面听起来是真合理合情，总是无想到，比的竟然是甲上帝对敌的，亲像撒旦同款，会伫阻挡上帝旨意的得志。所以各位，就耶路撒冷代表啥物意思？就耶路撒冷去代表的是。对一个真安全安稳的所在，去到一个无确定，甚至是充满侪挑战困难的所在。就耶路撒冷去，对门徒伫信仰中间上大的挑战是啥物？上大的挑战是，因是毋是会当停止用一般世俗人、一般人用机会甲成本伫算小叠算盘的方式。来计算因伫信仰中间的得甲失。换句话讲，因着爱停止伫信仰做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为虾米？因为对嗰道信仰所讲的足侪真理，是无办法用数学的公式来算的。怎么用数学公式算？好比说爱。牺牲、奉献、赦免、听、牺牲、奉献、下面，这拢无法度用数学的公式来算。会当讲，现在这个门徒，毋是只有来到一个地理的界线，因甚至已经缀耶稣缀要3年久，因已经来到一个信仰的边界线。来到一个信仰的对界，伫即个时阵，因着爱做一个决定。信仰有时爱做决定，袂当即项我嘛袂，迄项我嘛袂，因爱做一个决定。即个决定是因爱问家己：我是毋是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宣教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放落家己的自私自利？无搁去计算成本甲代价，我是毋是愿意甲耶稣共做就耶路撒冷去？我是毋是愿意付代价、受苦、背十字架？所以我想，这不只是耶稣的门徒当时爱去问对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真心感受是今仔日的教会。咱遮个受恩的基督徒的囝儿，咱来去回答的一个问题。毋过我嘛真心感受到，伫今仔日的台湾，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咱遮个基督徒，甚至是传道者牧师来讲，神学生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啊！特别伫今仔日，伫即个台湾社会，万项事拢咧求啥物，拢咧追求讲机会甲成本的世界社会内面。我毋知你发现着，咱的基督徒嘛受即个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咱。咱伫不知家的中间，咱嘛真熬算，咱精打细算，因为咱开始咧算，我付出的有偌济，我收回有偌济，我付出甲收回是毋是有平等？不但安尼，我毋知你有发现着，特别伫即个台湾的社会整个的世界。人人伫追求自我成就、自我成功，人人拢会当成为网红哈。即种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成就、自我成功的即款的社会文化的氛围的中间，你有发现？有时咱来问你，我做即项事、做即个决定，对我生涯对我的事业，有啥物款的好处？也因为安尼，有时，伫今仔日要将咱的时间，大家足无用，时间拢足宝贵。要将咱的时间、将咱的金钱、将咱的气力投资伫别人的身上，帮助别人完成伊生命中的使命，完成伊生命中的工作。有时检测，连咱家己拢感觉讲这是一种的浪费甲减时。也因为安尼，
我深深感受到，对咱基督徒来讲，伫今仔日付出代价陪十字架，检菜伫咱的教会中间，嘛是真大的挑战。即款的结果是啥物？有真侪时阵，耶路撒冷已经对咱信仰的地图消失。耶路撒冷今仔日已经无伫咱的信仰地图的内面啊。有可能是咱即摆生活，咱感觉真满意，咱毋愿阁接受挑战，咱嘛毋愿阁去冒险。嘛有可能是你过去付出真侪，总是伫付出的中间，你发现你得到的报答甲报酬无平等的是，我看足侪伫教会服侍的当中，有平信徒有通到遮，付出真侪，总是做到要死，互人嫌甲流汗。真侪当工也因为安尼，拄我选举对无？我已经听到足侪教会，足侪长老讲莫阁甲我选，为虾米？啊，足辛苦，足辛苦，无做拢无代志，做愈济愈辛苦。顶到看到侪侪兄弟姊妹，就因为安尼来回想失志，毋愿阁去付出。嘛有可能是咱互种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甲问题惊着，直到最后，咱选择讲倒转到咱的 comfort zone 安全地带，我啥物拢莫做，啥物拢莫讲，因为安尼是较安全的。面对咱台湾伫逐所在侪侪无公义的事，咱基督徒已经无勇敢来出声，因为加讲加了麻烦。直到有时，咱的信仰良心嘛伫咱的心内伫责备咱，因为这是上安全的，啥物拢莫讲，啥物拢莫做，这是安全无冒险的。会当讲，真侪时阵，咱已经行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咱的骹步就停落来。咱毋敢，咱嘛无想，嘛毋愿意搬过即个界线，缀耶稣耶路撒冷去。毋过各位，我毋知你有发觉着，当耶路撒冷伫咱的信仰地图已经消失的时，当咱伫信仰中间，咱伫奉献心的中间，愈来愈精打细算，愈来愈自我中心的时，你毋知发现着无？咱的信仰、咱的灵性嘛变甲愈来愈孤单。为虾米？因为咱甲上帝是，咱对上帝的委身是力量，上帝的道力量，上帝的道路是跨过我的道路。这种超越自我的信仰体会，伫今仔日检在离咱的信仰体会是愈来愈遥远。总是咱来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基督的教会伫初代教会会当伫受迫害、受困难的中间依然徛在，是因为伫2000年来，伫每一个世代，拢有侪侪基督徒的男女，因愿意搬过迄个界线，缀耶稣行往耶路撒冷去。这中间嘛包括第一个将福音传到咱北部教会的马偕托斯加拿大宣教师，伊也创设台湾神学院的第一位的院长。马偕托斯1871年10月19日，当时的马偕只有27岁，拄啊对神学院毕业差不多1年。伫少年的时10岁，就决意讲未来要做海外宣教师。27岁马偕传记的作者安怎写？迄天，咱拢毋知，其实马偕是出世伫一个加拿大真偏僻乡村的教会，一个乡村长大，老爸拢是做工人、做田的人。咱有一个青年人伫7岁汉
就想要做宣教士。迄是伊的牧会，教会牧师真用心伫栽培。伊的牧师伫牧会37年的中间，伫迄37年牧会中间，影响着54位的青少年、青年的兄弟姊妹做牧师、做宣教士。54位啊！马街只不过是54位当中的一位。有时我感觉真感慨，今仔日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也好，玉山神学院、长老教会神学院要来读神学院的地方教会愈来愈少。阮的招生每年拢是真大的挑战。有时免你会担心讲，为什么长老教会愈来愈无人想要献身做牧师？到底教会出啥物款的问题？台湾宣教的需要是足大。明年咱要庆祝马街来台湾宣教150年，今仔日台湾的基督徒，你知偌济？只有6%。换做话讲，要做宣教的工是足侪，总是宣教要做工的人足少啊。马街牧会母会牧师，伫牧会37年的中间，影响着伫教会年轻一辈的兄弟姊妹，54位的兄弟姊妹愿意献身做牧师、做宣教士。传奇作者安怎讲？迄阵马街27岁，伫伊的乡村左拉村的火车站，迄天甲伊的爸母、甲伊的厝的人朋友来告别。火车厂的站长看到火车已经来，时间已经到，火车就爱开。总是马街甲伊的厝的人，咱嘛好，家己做毋甘，因为因知即摆离开，毋知阁有机会看到马街无？马街坐船2礼拜了后，伊来到美国的旧金山。有一天马仔徛伫船顶，伊看到太平洋心内足想伊厝的人，伊嘛足想讲，问讲，我敢有一天阁会当倒转到我的故乡看我的亲人吗？伊甚至想，伊要去到东方，即个伊毋捌去过27岁加拿大的少年家，要去到台湾、中国，毋捌去过，伊开始想，我的性命敢会敢承受遮尔可怕的考验？想到一个程度，伊甚至问讲主啊，我即个决定是毋是就错误？当时伊安尼想的时，伊阁想着，伫迄个东方黑暗的世界，有遮尔侪人毋捌听过福音，若无人传，因怎样会当听去？2个月了后，马街所坐船来到台湾，来到台湾的海峡，来到台湾。其实你也知影马街的故事拢知，来台湾毋是原本的计划，伊足想要去印度传福音啊。总是上帝带伊来到台湾。伊伫伊的日记安尼讲，伊讲，敢亲像有一条看袂去的线，一路引带我来到即个美丽岛福摩沙。马街来到台湾的宣教是足辛苦。1872年3月9日，伊坐船来到淡水。你今日会去淡水河边，有看到马街的一个铜像，迄个所在就是伊当时登陆淡水开始宣教的地方。淡水教会是我的母会，就细汉就听马街的故事长大。马街来台湾淡水宣教是足辛苦，伫伊的宣教报告中间有讲到，足侪信徒伫初代教会福音来到北部教会时，咱今仔日坐伫遮，真恶想象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士一开始是真侪基督徒浪费性命所去做的。1874年，马街伫宣教报告中间讲一个见证，
迄当时侪伫台湾人要来信福音，参加主日礼拜，就受逼迫、受人辱骂、受人侮辱。要来做礼拜是足困难。咱真无常常，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是捌经过一段真辛苦的教会历史。有一位兄弟，原本伊是替伊的主人，拢伫准备拜拜所用的一切祭物。总是伊福音临到伊，伊甲伊的主人讲：对今开始，我袂当为你准备遮拜拜的物件，因为我已经无拜人所雕的偶像，我即马是拜真神的上帝。无拍算，即个主人足生气。2年了后，伫半暝啊，带30几位武装男子入去即个罗伯的厝内，拍伊的某，拍伊的老母，拍伊姊妹，将即个人拖出去。伫半暝的中间，即个人最后受冷治来死。其实咱读马街的宣教报告，其实咱拢毋通袂记，真侪的基督徒是伫受逼迫、迫害中间，勇敢信任耶稣基督是伊的救主。台湾长老教会历史会当150几年悠然徛在，是因为伫150几年来，伫每一个世代拢有侪侪的信徒。用因的性命，用因所流的血，勇敢缀耶稣就耶路撒冷去。换做话讲，无耶路撒冷，无付出代价，就无教会啦。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我想诚做一个福音开始，伫北部教会真重要一间新学院。一个纪念主日是搁一摆提醒，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咱是何等会有福气，受恩的囝儿。总是坐伫遮时，嘛空时阵提醒咱实在是欠福音的济。马街短29年伫台湾的宣教，起造60间的教会，伫北部有60间的教会，拢是马街起造。设立60间的诊所、医疗团队，伫马街29年的中间，引带将近4000人来信主。当咱想到遮个时，明年咱就要庆祝马街宣教伫北部150年。各位基督徒、长老教会咱受恩的囝儿啊！今仔日长老教会需要的是啥物？需要的是伫即个世代。有一群愿意为着福音、为着基督、为着教会缘故，愿意付出代价嘛？21世纪是啥物款的世纪？台湾即马面对真大的挑战。咱讲后疫情时代，台湾即马真好，总是谁会当保证台湾未来疫情袂阁起来？后疫情时代教咱啥物款的事？性命无定着，伫死亡的威胁下面，实在是互咱所有受恩的囝儿爱搁一摆来思考：我性命的意义是啥物？耶稣讲：人若趁着全世界，为了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搁摕啥物来换性命？马街在世无长，上帝只有互伊58岁，58岁足短啊！总是伫伊短短宣教29年伫台湾的中间，伊的座右铭就是“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宁可拢烧去，嘛毋愿朽烂啦。生命的意义无在伫伊的长短，生命意义是伫咱有限的人生的中间，咱怎样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甲恩典。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嘛来到咱的中间，
要邀请咱即群受恩的囝儿，咱是毋是愿意甲伊相甲就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袂当对咱的信仰地图来消失。伫即个世代，耶稣要搁一摆唤起伊的教会，恁是毋是愿意甲我同齐就耶路撒冷？是，就耶路撒冷爱付出代价，就耶路撒冷就爱过十字架。这是一条无简单的路，总是伫今仔日咱读的圣经中间，耶稣互咱上帝互咱一个真宝贵的应允，即个应允就是伫32节。32节伊安怎讲？伊讲耶稣行伫头前啊！各位，我感觉这是这段经文的中间的福音，是上帝互咱的应允。今仔日咱会当勇敢行向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稣行伫咱的头前。虽讲当当时门徒犹原无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你要上耶路撒冷？虽讲因犹原心胆胆惊遐毋敢去，甚至无愿意，总是就因为因的老师、因的先师，这位主行伫头前，耶稣甲因祝福，耶稣叫因的名，直到因心内会惊遐，因心内会疑问，伫耶稣会召唤中间，因勇敢踏出去步。咱看起谁踏过去？彼得踏过去啊！彼得这位门徒中的领袖者，北劝耶稣，即个耶稣讲毋通去，总是彼得甚至伫耶稣受害了后3摆毋认主啊！总是彼得勇敢行过去。咱看去耶稣上天了后，伫五旬节中间，彼得伫倒位？彼得伫耶路撒冷，伫众人的中间3000几千人的面前，勇敢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圣经讲，迄天有3000人受洗礼。咱啊看去，谁行过去？马太嘛行过去。这位少年的宣教师，捌怀疑讲，我是毋是做一个决定是错误的？来台湾是毋是错误？总是无拍算。29年活伫台湾，带台湾某，最后死伫台湾，埋葬伫台湾。请台湾到安尼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仔日咱会当勇敢向前，因为耶稣行伫咱的头前。所以我在座有偌侪兄姐，现处时无论是伫侍奉的中间，你伫教会，还是伫家庭各种的紧句的中间，你面对着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你伫背圣经的，你伫受苦，你甚至怀疑讲主啊，我敢会当继续勇敢向前？今仔日主要对你讲，我嘛行过即款路，耶稣亲自行往耶路撒冷，甚至行伫咱的头前。耶稣在咱心中会惊吓，耶稣在咱会动荡，耶稣在咱会苦叹。咱所流的目屎，耶稣要诚做咱的担当，诚做咱的安慰，诚做咱的快乐。总是耶稣要互咱的，不只是安尼。耶稣不但行往耶路撒冷，甚至最后，伊决意行往十字架，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总是耶稣不但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最后对死过活。耶稣过活，互咱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暗，这个世界的死亡，袂当阻挡咱勇敢向前的心，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伊已经过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若愿意坚持到底，无放弃，无回头，勇敢向前，耶稣互咱应允，伊讲，伫耶路撒冷。咱会当甲告我的主，搁一摆当头对面。咱会当伫咱的受苦十字架中间，耶稣告我的主，要伫耶路撒冷，亲像当当时，伊搁一摆，甲门徒显现，伊嘛要搁一摆伫耶路撒冷，甲咱当头对面。不只是安尼，主讲，
伫耶路撒冷，当信心降落伫咱的心上的时，上帝的神要带领咱每一位行出耶路撒冷，行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勇敢做主的代志。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语，搁去行的人。阿门。咱就感谢蔡院长今仔日互咱的信息，接续咱参过来吟诗，正诗552首。感慨，毋望咱兄弟姊妹来为着台湾新行医来奉献。好，来请蔡院长。各位阿姐，搁一摆代表台湾新行医，感谢咱们教会伫过去遮尔侪年来，对于咱的新行医的支持、带导甲奉献。今仔日伫我报告进前，我先带来一个短短影片，是为着即摆奉献主日，阮的同工所备办，请咱即时4分外钟，请咱同心来看。声音是毋是调控？声音控快。
尼我补充来报告就好吼，因为咱靠科技啊，这个时代有时科技也不可靠吼。有一讲嘛是直播不行的话，咱嘛是爱想办法吼。好，安尼我想，佫一摆要来报告是，伫疫情后，今年的台湾新学院其实是真挑战的一年。我相信我伫侪侪同工牧者的聚会中间听去侪侪牧师分享着，今年对地方教会来讲嘛是真大的挑战，因为奉献减少。咱就会当知，地方教会奉献减少，当时阵嘛会影响着因对教会机构也是新学院的奉献。今年新学院所需要经费是6719万，总是除了这以外，我想今年伫新学院有侪侪新的事工伫进行。伫3月的时，我完成了60几年的男性宿舍会当征收，这是上帝互阮真大的恩典。总是男性宿舍征收了后，发现女性的宿舍嘛真老搁旧，嘛爱换新，需要2500万的经费。去年，阮会当得到全台湾长老教会10万信徒的支持，互阮会当凭信心来完成男性宿舍的征收。今年，阮依然凭信心。虽讲台湾新学院已经通过教育部立案，有一个信徒牧师咧问讲，教育部立案了后，敢有得到教育部的补助？有啦，足少，一年无到50万啊！一年无到50万，总是咱的经常费是将近7000万，所以149年来，咱的新学院拢是靠长老教会的信徒，咱的奉献才会当支持。那用今日的角度来讲，做神学教育是一赔本生意啊！咱真侪神学生其实经济真需要，只有愿意献身的心，总是来到读神学院真艰苦。有时因的生活都要靠教会实施的奖学金，才会当来维持每个月的生活。所以神学教育是一个爱付出代价，是一个赔本生意，总是真值得做。因为今仔日的神学院就是明仔载教会，神学生的质若无好，明仔日台湾长老教会的质就无好。为虾米？因为传教者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所以阮足期待，我今日来遮，毋是种募款，嘛爱牧人啊！我早起拄仔到是甲丁牧师有真短短好的分享，我感慨嘛着急讲。最近即几年，长老教会想要读神学院的，咱的青年人愈来愈少，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因为若无优秀的地方教会青年人来献身，长老教会未来就无好的传教者。所以伫今仔日，我嘛呼吁嘛呼召在座，若有上帝感动你，我知影足侪兄弟姊妹。足侪年进前，上帝就呼召就感动，总是毋敢行出去步啦。毋免惊，今仔日的感动，勇敢行出。我家己17岁时，领受上帝呼召，献身到即马已经要将近30几年。是，这是一条无简单的路，总是着亲像拄仔4摆所唱，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面对长老教会未来。各位兄弟姊妹，咱着爱出钱出力，互即间长老教会150几年。后疫情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是宣教的时代。即个宣教毋是只有神学生传教者，所有的信徒，咱都爱起来，将好的福音勇敢传出去。最后，我佫一摆代表神学院云南南门教会，遮尔侪年来。对神学教育的支持，大多甲奉献，也愿上帝祝福张牧师、南门教会伫张牧师的领导下面，会当加添侪侪福音。有侪侪人因为南门教会经验着福音，愿意将性命来奉献给主，也伫即个社会中间会当影响侪侪也未捌主的人，因为福音。
会当因为咱有教会伫遮食做羹、食做盐，愿意归向耶稣基督的心意，愿上帝祝福领袖所做工。阿门。好，咱即时三个来奉献，将台湾新人伊，咱来奉献咱的金钱，奉献咱的主题。另外就是咱顶礼拜有选出新任的长职，新当选的长老就是乌中的蔡顺德甲杨明章，这杨长老是来补咱顶的蔡长老，咱蔡院长、蔡政府蔡院长伊70岁退休的一个退任的一个新任。另外，接续4位拢是搁连任，包括张惠茹、大淑伦、大玲玲、戴仁宽，咱这个长职。任期是4年，咱后礼拜就是这新任的长职的就任，所以各团体会长嘛游完伫后礼拜的第2场，咱要来举行这个就任式，所以各团体会长游完万省会当来一摆，咱做伙来做就任的典礼。另外，伫时间检讨会要伫11月20早起9点半就要来调开，所以不管是新任的长职还是会长，拢会当花时间准备先来参加，同时会当将所有相关的资料来交咱的办公室来会诊来做咱的
明年教会事工要建议的这个讨论的资料。另外今仔日礼拜了后，咱夫妇团契有要去5楼，要请咱教会非常优秀的林静文林律师，大家所知影林夫妇因身康都非常优秀，听社会听这俗世，所以今仔日咱分享的是。中正常常拢会看到这个抚养继承的问题啦，抚养继承这两位拢是真优秀的律师，所以这当咱有这做顾问也好，就是随时当咱指导。当然听无法度来听后摆咱甲补课，因为这大家拢会着这个就我财产方面的，所以我摆是我中昼我有代志袂当参加，所以阮后来我带阮来补课来上课，这个。另外，具体消息咱真欢喜，就是咱中广幼乐甲咱何老师，伊个大汉囝就是匡正吴师娘，因佫生第2个，伫顶午就倒转来台湾，就讲保证要生，平安，甲大家关心大道。第2个查甫啦，伊可能佫生一个查某，对吧？我就较想讲佫还有一个小女生哦。另外就是咱即个拜四11月11，要伫咱本教会要举行三国宣教会议，三国宣教会就台湾、日本甲韩国啦，这连续逐年拢咧论，大家教会拢咧论，所以请大家也当为着即个来关心台岛，互即个三国会议当真顺利。另外台岛的事工，请咱大家来家己来看，已经奉献的有完请大家家己过目，若假使无正常，有即个像有重大，或者是无甲我牵入的，咱向咱的同事来回应，因为。这个最近后人，毋是干用实体礼拜后用回放，所以这个可能有重大要咧甲，咱老教师傅认为讲，咱像无啥好势，就甲咱反映这个媒体。毋知牧师要补充？我真简单来代表教会多谢安院长，这是阮的母校，来大家做关心这个新学院的教育。毋知有需要我介绍今仔日来贵宾无？若无，今仔日地面知影讲咱中央娱乐毋是因兜上优秀。咱礼拜选了后，大家做伫遐交会，副谈嘅伫地下室，咱要伫遐有一个例会吼，多谢。就感谢咱是毋是来吟上英的诗396首。关主要所记录的文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已经信心的伤痛甲感动，甲咱尽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为止。阿门。